胃腸道同我哋嘅大腦係密切相關嘅。呢入邊有一個專用嘅名詞叫做腦腸軸。儘管我哋呢個大腦咧喺頭端，胃腸咧喺肚中間，隔咗一個胸部，感覺上咧係唔相連，但係實際上佢哋中間有一個隱性嘅軸，會產生明顯嘅相互作用。大家肯定聽講過自閉症。自閉症本身係一種精神心理嘅問題，但係而家有一種療法顯示咗好好嘅效果，就係腸道嘅菌群移植，就係將呢啲有益嘅益生菌移植到去一啲自閉症嘅細路嘅腸道入邊，令到佢發揮一啲有益嘅作用。通過調節腸道，結果發現相當一部分嘅細蚊仔，佢哋嘅自閉嘅精神狀態得咗好好嘅緩解。實際上就係一個通過腸道菌群嘅調整，去幫助合成我哋嘅五羥星胺，調節人體嘅情緒。而家有好多抑鬱症嘅成年男女啦，同埋自閉症嘅兒童啦，都非常適合呢個治療，而重新獲得人生嘅逆轉。